7月9號，你收聽緊嘅係阿華網頁播客頻道，我係阿華，為你報道今個星期嘅同志新聞。香港最高法院去年裁定，21歲以下嘅男子同同性肛交係違法嘅法例，係歧視同埋違憲。政府響7號提出上訴，反駁上述嘅條例並非係歧視男同性戀者。由於條例嘅立法原意係要指出肛交同埋性行為兩種本質唔同嘅行為，當局響制定法例嘅時候都會有唔同嘅方式去處理，並非係單純以歧視男同性戀者為立法嘅出發點，故此唔認為條例係歧視男同性戀者㗎。而根據政府嘅數據，現時仍然有3宗同類嘅案件，因為需要等候本案嘅裁決結果，而被迫係暫時押後聆訊嘅。而引發今次訴訟嘅男同性戀者 William Roy Leung 昨日亦都有到庭聽審，而案中嘅備受爭議法例係刑事罪行條例第118C 條，條例指出21歲以下嘅男子同同性肛交即屬違法，但係最高法院法官夏正民去年裁定，男同性戀者唯一嘅性行為方式就係肛交，故此條例歧視佢哋嘅性傾向，係違反咗基本法同埋人權法㗎。但係代表政府嘅資深大律師麥高爾就指出，上述嘅條例並冇歧視男同性戀者，因為法例並非係單規範響男嘅肛交，亦都有針對男女嘅肛交，亦即係刑事罪行條例嘅第118D 條。條例係唔針對女同性戀者，純粹係由於佢哋生理上邊係唔會肛交嘅。而佢同時亦都指出，夏正民法官以肛交等同男之間嘅性行為，但係佢反指肛交並唔等同係性行為，因為性行為係可以承認嘅，而肛交就唔會。再加上大眾對肛交比較有保留，呢一啲都係當局立法嘅時候會考慮嘅因素。而針對合法肛交嘅年齡，麥高爾認為呢一個係涉及政策同埋道德嘅標準，應該係交由民意基礎較大嘅立法機構去決定嘅。聆訊將會喺8號繼續。呢個係香港明報報導。美國阿肯色州最高法院響6月30號裁定，法院唔認為同性戀者係唔可以領養小孩㗎。而共和黨籍嘅州長就對州法院嘅裁定感到失望，佢呼籲州議會要多關心孩童嘅權益，並唔能夠光靠成年嘅同性戀者嘅角度去睇問題。阿肯色州響99年開始以行政命令嘅方式去禁止同性戀領養小孩，而有4名嘅同性戀者因為唔顧呢一項禁令去執意領養小孩，而遭到州政府嘅處分，而4人不服，決定控告州政府。官司由99年一直打到而家，亦都係打到州嘅最高法院。州嘅最高法院裁定支持初級法院嘅判決，亦即係話否決同性戀者唔可以領養小孩呢一個禁令嘅。而據美聯社報道，州政府同埋州最高法院響呢一項議題嘅立場上面係明顯有分歧嘅。最高法院認為同性戀者撫養小孩對小孩嘅教育或者係性別嘅認同係唔會受到影響，但係州政府就認為呢一個係一個錯誤嘅講法。呢個係台灣中廣新聞網嘅報導。秘魯嘅首都利馬嘅街頭1號舉行咗年度嘅同志大遊行，為咗配合嘉年華會嘅熱鬧氣氛，每一個人都打扮得相當引人注目。有人身穿比堅尼，隨住音樂咁樣搖擺起舞，亦都有人搖住彩虹旗，去呼籲政府尊重同埋賦予同志們應該可以享有嘅權利。秘魯係一個天主教嘅國家，而且社會風情係比較保守嘅，因此同性戀者係唔容易受到社會嘅接受。而喺遊行當中，亦都有唔少嘅群眾係選擇頭戴面具，隱藏自己嘅身份。為咗爭取同志嘅權利，由1983年開始，秘魯嘅同性戀者發起咗同志嘅運動，同時喺2002年開始，每年定期舉辦同志嘅大遊行活動，去表達同志嘅訴求嘅。呢個係台灣東森新聞部嘅報導。喺西班牙，全國嘅同性戀者同埋變性人協會表示，該國自2005年通過咗同性戀者結婚法案之後，至今已經有9000人，
亦即係4500對嘅同志情人結婚。佢哋總共收養咗50名嘅子女，而已經成婚嘅同性戀者伴侶當中，就只有3對係以離婚收場。而響首都馬德里，總計有17720件嘅結婚申請個案當中，有830件係同性戀者所申請嘅，佔總數嘅10.74%，其中3/4係男同性戀者，而1/4就係女同性戀者㗎。呢個係台灣中央社嘅報導。響加拿大，一對嘅男性皇家騎警6月30號走向婚姻嘅殿堂。呢一個係加拿大近年最具標誌性嘅同性戀事件，亦都係加拿大第一對同性皇家騎警結婚。太多嘅記者嘅訪問同埋陌生人嘅祝福，令到呢一對新人係應接不暇㗎。而響部落格上邊對呢一場嘅婚姻嘅評論更加係熱烈。研究機構上週公佈嘅民調發現，多數嘅加拿大人係接受同性婚姻，反對嘅人士就少於30%。而保守黨嘅國會議員呢，就下令為咗避免引發爭論，禁止評價呢2名皇家騎警嘅結婚。而皇家騎警嘅發言人就表示，皇家騎警係希望警隊更能反映加拿大嘅社區實情嘅。呢個係《世界日報》嘅報導。新聞報導完畢，我係你嘅新聞報導員阿華，下個星期再見，多謝收聽，拜拜。